2025最狂盛会就在屏东内埔狂客音乐季。大家好，我是 Ella 陈家宝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局，是许富凯，我是罗文玉，我是欧总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J Ho， 我是理想混蛋，我是朱海军，我是张涵雅，嘿，有苏桑，我们是翠购翠购三九台还有上楼盘。 2025年狂客音乐季，狂客音乐季，狂客音乐季即将在屏东内埔六堆纪念公园热闹登场啦！11月22、23日，11月22、23日，一起来听音乐，一起听音乐，听音乐吃美食，他来谈音乐，生活是在念东西，好不好？周末一起狂起来，狂欢起来，狂起来，狂起来，狂起啦！狂欢吧！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，共襄盛举，中哈来了哦，中哈来了，胸哈来了，胸哈来了，一起来狂我欢，们不见不散。他来了哦。